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。之前我哋睇過有神嘅人、信神嘅人，佢生命嘅豐盛嘅意義，佢有永恆嘅價值同尊嚴，佢被神所愛，係神嘅兒女，係神家庭嘅成員。咁之後我哋又睇過冇神嘅人嘅生命嘅意義喎。今日我哋又再多睇多一次。如果我哋冇神嘅，唔信神嘅，我生命有咩意義呢？咁可能係咁樣嘅。當我擁有家庭健康同財富嘅時候呢，感到快樂同滿足嘅時候呢，我不感謝任何神，因為沒有神值得我感謝。我是白手興家嘅成功者，一切嘅成就都係出於自己嘅。雖然我渺小但係我無需向任何人負責。我統治萬有，但係冇人係統治我。我係世界嘅主宰，除咗我之外沒有別的。我係我生命嘅主人，靈魂嘅主宰。宇宙沒有神，我就係我自己嘅神。呢度係一種極端嘅自主宣言但係佢亦都暴露出深層嘅孤獨同埋虛無。當人否認神嘅時候呢，佢唔止係拒絕一位創造者，亦都係拒絕咗生命嘅根源、道德嘅基礎、愛嘅源頭同埋永恆嘅盼望。真正嘅自由唔係脫離神而係回到佢嘅懷抱。真正嘅尊嚴唔係自己自我稱神而係被神稱為佢嘅兒女。聖經咁樣勸喻我哋詩篇100篇100篇3節講：當認識耶和華是神，我們是他造的，也是屬他的，我們是他的民，是他草場的羊。感謝神。好，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多謝收睇，下次繼續，再見，拜拜。